Start new slot.你睇呢個顧客食得幾開心。佢哋做咩唔攞貨喎？哎呀，啲芝士跌晒落地，我唔理啦。这些食物怎么都在地下？好的，你的汉堡我是不会搞的，因为没人想搞你的汉堡。还有，我弄的也是汉堡，我为什么要搞你的汉堡？是不是因为我也要弄汉堡，所以你才想我会弄你的汉堡？怎么还想芝士片了？芝士漢堡，下先。我而家要整嘅係雙重漢堡，雙重漢堡加生菜。哇，偷咗2塊芝士咁猖狂！你煎下啲牛肉啊，你唔好就咁掉入去啊！阿啲熟咗㗎，冇嘢啦，玩啦。沒事的。炸啲薯條。你理下啲薯條啊！你打陣理下啲薯條，管理一下薯條。哦，唔係啊，個錢唔係一齊賺嘅，係分開賺嘅，所以你已經受惠㗎啦。得啦，得啦，你睇我整個漢堡幾完美。哇，走咗！係喎，我冇攞走佢1蚊啊！唔係啊，我冇攞走啱先嗰啲錢啊，點算啊？喂，唔俾錢㗎？錢呢？哦，佢自動顯示㗎，而家7蚊，你152蚊仲好。Perfect, right. 薯條喺邊度啊？
我想講咧，我去過大埔美術咯，但係冇喺裏面食過咯，就去過門口咯。我發現咗好多老鼠啊！我見到4隻老鼠啦，已經。我要把它放在鍋裏炸。你有沒有聽過炸老鼠？而家咁多隻老鼠，4隻老鼠，嗰啲老鼠喐唔喐？5隻老鼠啊？問號。哇！第5隻老鼠，你睇下薯條倉啊！哇！好生嘅老鼠。